關帝陵籤第90籤，楊文廣陷柳州，任軌，中平，崆峒城，呂氏如麻，無事如君有幾家？勸語不須勤自討，徒勞生事苦之嗟。此籤境地寬舒，盡可安常處，順銷受太平之福。若格外富貴榮華，乃由人家積功累德所致，非可勉強貪求，只須反求自己，何得妄讀神明？若自作不正，憑空生事，求如現在安閒，不可復得，有不輾轉，愁嘆者乎？誤開此理，急將貪求之念，而積德之計，則行矣。